都有着关帝庙的元素，只可惜你可能自己都没想到，这棵树应该是多余的。你别动我的画！你用这把画刀杀了多少人？雪狼是谁？在哪儿？你们举办这个画展太有寓意了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这幅画挂在这儿有煞风景啊？我倒是觉得恰到好处，因为这个图书馆以前叫做小灰楼，而我曾经在这里杀了你们很多人。你们不是想知道真相吗？这件事情在你们的档案里叫卢门惨案，你们闻闻这间屋子，是不是还有那么一股子的血腥味啊？是你杀了我父亲庞世昭。庞世昭。这死了你们那么多人，你慢慢查呀。红梅，是不是你杀了我父亲？红梅，是不是你杀的？红梅，是不是你？放开我！我不仅杀了他，我还想杀了你，杀了你，我想杀你们所有的人。赖广润，放开我陈总生！是听话。梅，起来！你说雪狼是谁？起来！红梅，给我起来！红梅，你给我起来！说雪狼是谁？红梅，你说啊！赖广润，你给我起来！红梅，赖广润！红梅。他这次来呢，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。红梅啊，你要打起精神来，还有更重要的任务，雪狼在等着我们呢。你干什么去啊？找白明翰。白大夫，哟，哎呦，这潘公安，来来来，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，来坐，坐。今天早上我在犀牛角看见你了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哈哈，看到我了，我还能干什么呀？最近这不天冷吗？感染风寒的人也多，我这跟往常一样，上山去采点药，想多备着点呗。可是还真巧。碰到你们在抓坏人，还开了枪了。潘公安，这干你们这行的，这还真是得多注意安全了。赖广润刚刚来找过你，他说什么了？老赖啊，他能说什么？那是个老病号，风湿很严重啊。他最近这个脚又伤了，这一年都是我在给他治。他有问题吗？他是特务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早就知道，所以你一点都不惊讶。潘公安，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啊，你能体会到，这个世上啊，哪有那么多的事儿
能让你惊讶的。你们打了那么长时间的交道，你就从来没有发现过他有不一样的地方？人嘛，是分3、6、9等的，在你们公安人员的眼里呢，也许会分好人、坏人，但是作为我这么一个行医的人呢，在我的眼里，我就只有病人。我要做的就是怎么样从阎王爷这个手里把这些人给抢回来。至于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，我不考虑。你是他生前见的最后一个人，他已经死了，服毒自杀。我能医好一个人的病，却医不好一个人的心。他死前说到龙门惨案，你之前跟我提过，你是老龙门人，怎么可能不知道小回楼就是图书馆？小辉，那个潘公啊，不光是我呀，周围这些老卢们，你去问问吧，他们跟我一样，都只知道图书馆，谁知道那叫小归楼啊？会不会是人家内部这么一个叫法呀？白大夫，我知道你还有很多话没有告诉我，但你不说我也明白，卢门惨案里藏着我父亲牺牲的真相，我一定会查清楚的。楚公怎么样？啊，血压已经控制住了。不是，怎么突然血压这么高啊？夏院长说，楚公的血压原来就高，他怀疑是喝了中药，血压升高造成的晕厥。那现在楚公算是脱离生命危险了吗？现在算是安全了，但还是要留下来继续观察。今天可真是让我开了眼界啊！你看季专家平时斯斯文文的，关键时刻真顶得上去，真是没想到。其实他前2天刚出院，我还挺担心他身体扛不住。你说季专家这么优秀，你心里就一点不动心？别瞎说。白伟同志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心里应该清楚。那你们稍等一下，我把手上的工作做完就跟你们去。不必了，把手里东西接过去，立刻跟我们走。带走。喝点水吧。好，谢谢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白伟同志，你知不知道楚公出事了？楚公出事了？他怎么了？早上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出发的时候，楚公血压急速升高，造成昏厥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们带我来这儿，是不是跟这事儿有关系？你不用紧张，我们就是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。你早上是不是给楚公煎药了？是，我平时都是中午推拿的时候给他带过去，因为今天要去工地，我怕耽误了，就一早给他送过去了。送到哪儿？楚公的办公室。药方子什么成分？说一下。哪位同志？就是正常的方子，我跟你们专项组报备过的。浪荡姐，你说白慧给楚公下毒？这件事情发生在早上，
你和长生走了之后，楚公喝完药就昏倒了。化验人员在白慧给楚公煎药的药渣里提取出来了浪荡碱，而这个浪荡碱也就是曼陀罗的成分。可是白慧怎么？会不会是有人栽赃陷害？也不好说。不过童斌现在正在询问白慧，等询问结果出来了，我们再做判断。你给楚公的药，我们拿去化验，除了你报备的成分，我们还在里面发现了多余的一种成分——浪荡碱。浪荡碱是什么？换个说法，你懂中药，你应该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曼陀罗。曼陀罗？我们在你给楚公的药里发现了曼陀罗。不可能！我给楚公的药里绝对没有这个成分，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楚公喝了你的药，血压急速升高，造成昏厥，是事实。我用的都是我带的中药，绝对没有曼陀罗。我很清楚它的危害有多大。你不要激动。那你好好想想，从你煎药到你送药的过程中，有没有人接触过你的药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们是怀疑我害了楚公吗？发生这种事，我们一定会查清楚。白慧同志，我希望你不要有一丝的隐瞒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们不会冤枉你。按常理来说，白慧确实没有必要在楚公的药里做手脚，不然一旦出了事，他脱不了干系。我们现在也只是拿到了化验单，但并不能表明这个毒就是白慧下的。不能确定，也不能排除，毕竟昏厥的是总工程师。哦，对了，白慧说她煎药的时候离开过2分钟。离开过2分钟。白慧，又来了好几个患者，快来帮忙！哎，来了。所以，关键就是这2分钟。有没有人证？他说是张玲让他帮忙搬东西。张玲，去询问一下张玲。队长啊，工地怎么会突然断电？查过了，是变电站的冷却油表出了问题，油温过高造成的机器事故。不过确实是因为这个油表从外观上根本就没办法检测，所以动手脚的人一定是个专业的。哎呀，还是我们检查不到位啊。是。哎，对了，楚公身体现在怎么样了？打完点滴之后就休息了，没什么大碍。队长，白慧接下来怎么办？这件事情一定要调查清楚。队长，我是觉得这里面疑点太多。白慧又不是第一次给楚公煎药，如果想动手，早就动手了。我也不愿意相信白慧有问题啊，但楚公中毒昏厥是极为严重的事情。红梅姐，坐。真的不是我干的，我是被冤枉的。药是你煎的？是。煎完之后是你亲手送给楚公的？是。那么楚公中毒昏迷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，你觉得跟你没关系吗？你不要负责吗？他们说你中间出去了2分钟，被张玲叫走了，是吗？你现在仔细回想一下，这2分钟前后，有没有看到什么人、什么事，是觉得不正常的？白慧，楚公中毒昏迷这件事情，专家组、专项组
每位同志都极其重视。真相调查清楚之前，你就是嫌疑最大的，必须要接受调查。对呀，咱们这次一次性浇筑成功，你是功不可没呀。有了水池啊，我真想立即开展咱们的模拟实验。咱们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就是坚定的模型和材料。对呀，没事。对呀，哎，有了你师兄安门山的这些资料，你已经算半个材料学专家了。好好帮帮希文。放心吧，我一定尽全力。哎，叔公，哎，国外有的实验水池叫泰勒模型水池，还有的实验水池叫克雷洛夫实验水池。我觉得咱们的水池也该有个自己的名字啊。楚公，您看取一个什么名字？我看啊，就叫天水池。绵笔流水，潮足于海。我就想啊，咱们这是一池水，这一池水一定是一池活水，百川入海，海纳百川。我们的国家一定要走向世界，也必然要走向世界。你们说对吧？好，那咱们的实验水池就叫天水池。好。白慧这次怕是惹了大麻烦，谁能想到她竟然会给楚公下药呢？真是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干。是啊，真是想不明白。你就没听到什么其他消息吗？到底是不是白慧啊？我能有什么消息啊？不是天天跟你在一块吗？再说白慧的事儿，你问洛莎莎啊。问我干什么呀？要我说呀，这事儿一定有鬼。白慧好好的，干嘛下药啊？是挺奇怪，看公安怎么调查吧。哎，你们说，会不会连咱们一起被调查呀？不做亏心事儿，不怕鬼敲门。反正我是不怕。我也没说我怕呀，你这么咄咄逼人干什么？哎呀，行了，都少说两句吧。要我说，最可怜的还是白慧，都被隔离审查了。是，难得呀，向着白慧说话。我是就事论事嘛。你们都瞎议论什么呢？这件事情连公安都没下结论，别在这瞎猜，赶紧工作去。高主任，高主任，这件事情真的是白慧做的？你问我干什么？想知道去找专项组吧。主任，没想到这次胡秘书长这么严厉，其实他是一向很敬重您的。以后的事情啊，我向来是抱着喜忧参半的态度。但是上峰不怎么想，他们只看结果，不注重过程。你要是胜，胜了好啊，要是败了，总得找个替罪羊吧。主任，雪狼还在。北线救援已经抵达卢门，磐石行动一定会成功。根据秘书长的要求，磐石行动要调整，不光要破坏中共的水滴工程，还要拿到他们的实验数据。可这样会极大增加雪狼危险，毕竟数据是他们的核心机密。但我能明白秘书长的意思。我们现在虽然造不出潜艇，但是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。啊！立刻把调整方案电告雪狼。对了，还有对于鬼枭，让雪狼谨慎处置。是。报告。下来。主任，这是你要的资料。下去吧。
喝水吧。谢老师。坐。是。你们保证了实验水池一次性浇筑成功，还活捉了李光明，做得非常好。是。可是，赖广润死了，线索还是断了。你是不是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你父亲牺牲的原因？其实，我也一直在查，但是线索就断在了49年12月20号那一天。不过红梅，你放心，我们肯定会查明真相的。谢谢老师。老师，我们认为楚公中毒这次事件存在很多疑点，我建议把这个案子交给红梅。好。庞公安，这里就是煎药室了。之前白慧就是在这里煎药的。这个案子麻烦您一定要查清楚。我是说什么也不相信白慧会下药的。出事以后，这个房间已经清理过了，是吧？是的，已经清理过了。因为当时不知道药会出问题，所以按照惯例就已经清理了。平时都有什么人可以进出这个房间？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可以进来，但是因为这间煎药室离我们护士站比较近，所以平时就我们几个常用。你们都有谁？我、张玲、杜芳、珊珊，还有白慧。之前白慧说她在煎药的时候被张玲叫出去了2分钟，这事儿您知道吗？这个情况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。我记得那天是我们实验水池的工地开工，我们不是弄了一个红十字医疗棚吗？那天我就带着珊珊一直在工地上忙活人员配置，所以那天医院里发生了什么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。所以你和骆珊珊当天有不在场证明？是的，工地上的工人都可以为我们作证。那其他2个人呢？除了白慧，张玲跟杜芳是在医院的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杜芳现在应该在值班。张玲被你们的同事叫过去询问了，我把他们安排在诊室了。去看看。我说什么呀？我冤枉啊！那白慧一看就不是好人，就你们总拿她当香饽饽。是白慧下的药，你们不审她，审我干什么呀？你亲眼看见白慧给楚公下药了？那还用亲眼看见吗？楚公的药一直都是他在管，煎药是他，送药也是他，不是他给楚公下药害楚公，还能有谁啊？张玲，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不要乱说啊！给楚公送药煎药的是他，但是能给楚公下药的可不止他一人。反正你们是好姐妹，黑白都让你说去。红梅，你让我找的中医已经找齐了，药也准备好了。好，那就都带过来吧。葛主任，辛苦你帮我到会议室准备一下。好，我现在去准备。如果你觉得我会因为跟白慧的关系徇私枉法，就一起过来吧。你邀请的几位中医已经到了。楚公的药被人做了手脚，白慧同志被调查的事情，大家都知道了。所以这个药到底有没有问题，这个药方有没有问题，我说了不算。今天特地请了几位坐堂多年、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来给大家看看，这个药方到底有没有问题。张玲同志说，因为我跟白慧的关系近，所以他有疑虑。那今天我就把整个检验场所搬到明面上。请在场的各位都给我做个证，如果有问题，我绝不姑息。好了，几位大夫，请开始吧。请问这药方是出自哪位大夫之手啊？
您直说这个药有没有问题？唯一的问题在于，这位下药的人似乎非常谨慎。您的意思是，药方下的极为高强。您的意思是这个药没有问题？不仅没有问题，各位还是把《内经》中天人合一的整体理念吃准吃透了。药方极为准确，功力之深厚，超出本人之想象。我可以拿我30年的名声担保，这药方没问题。我同意。3位大夫都比我年长，我也不敢妄言。出这药方的人的功力远在我之上，深不可测呀。公安同志，这到底出自哪位名将？这个暂时还不方便告诉各位，有机会我帮大家引荐。今天谢谢4位过来帮忙，长生，送4位先回。是，这边请。当时白慧给楚宫煎药，是你叫白慧出去的。完整的说一下当天的情况。那天早上，是我叫了白慧，因为5号床的患者要换氧气瓶。我本来是想叫杜芳跟我一起的，杜芳要给患者拔针，让我去找白慧。白慧当时正在煎药房煎药。六爸，帮我搬氧气瓶，太沉了，我一人搬不动。哎呦，就知道只是我这还得去给患者拔针呢。啊，你不让那个闲人帮你啊？人家给楚宫煎药呢。煎药，那他光煎药8级领导就不用干其他的了，是不是都忘了自己还是个护士？白慧，哎，5号床的患者要换氧气瓶，你过来帮我搬一下。那是你负责的患者。哎，我煎完药就过来。你别忘了，你是护士，你又不是大夫，你每天照着工作时间做这些事儿，你的活谁干啊？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和白慧一起把氧气车推到了病房，白慧给患者换氧气瓶，我就回来继续值班了。就是说，在白慧换氧气瓶的这段时间里，你是有机会进入煎药室的。我没有，我直接回护士站了，我没有去煎药室。有人能证明吗？那天大家都去工地了，2楼也没几个人，所以就是没有人。天地良心，我真的没有去煎药室，不是我下的毒。张玲同志，你先别紧张，我们就是正常的询问。你再想想，你中间有没有碰见过谁？没有，但真的不是我，请你们相信我，不是我下的毒。不信你们可以看看我的工作记录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。这上面写着你当天一直在护士站值班。对。护士站其他人能证明吗？那天是早上刚上班，大家都在忙，我们护士站不能没人。杜芳给8号床的病患拔针。对，8号床是杜芳负责的。谢谢，叫杜芳进来吧。我确实是去给患者拔针了，我就是觉得张玲有活就叫我，太不公平了，所以就那么顺口一说。拔针之后你去干嘛了？我一直待在8号病房，其他患者我也要护理。8号床的点滴一般来说得打多久？正常40分钟左右吧，但8床的药对胃部有刺激，要严格控制滴速，怕胃不舒服。所以之后你没有路过煎药室了？绝对没有。您好，是8号床王庚同志吧？是，公安同志。没事没事，你躺好。我们来这儿呢是想了解一下情况。昨天早上是杜芳同志帮你拔的针吗？对，杜护士在我们病房，我们都能作证。哎，对，杜护士人不错，任劳任怨的。白台褂都弄脏了，也没时间换。他一进门的时候我就发现了，跟他讲，他也没在意。后来他去做什么了？拔完针，他就在这病房待了一会儿，还和我们一起听广播呢。当时他进来的时候，正在播小说连续广播，可有意思了。现在还不能证明就不是你下的毒，但是至少能查清楚了，你带来的药没有问题。我知道了，红梅姐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下药，我敬仰楚宫，我把他当亲人当长辈，我不可能害他的。
白慧，我相信你没有用。专项组办案是需要讲证据的，要以事实为依据的。那是不是，如果一直没有证据，也没有人作证的话，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？这件事情我一直在查，我一定会查清楚的。你需要做的就是配合。搜索仔细点，别落下任何一个角落。是。队长，你看这个。哎，别扔，这都是证据。就是过期的报纸啊！队长，童斌，你们看，这好像是摩斯码。看到没？这里头可藏着玄机呢。他们应该是用《卢门日报》做联络的。把所有《卢门日报》都找出来。是，快！队长，《卢门日报》就这些了。就订阅了这几份，怎么会这么少？查，看这报纸哪来的？是。队长，厂医院的布局图。戴广润怎么会有厂医院的布局图？对比一下。队长，这好像不是一个人的笔记。那会是谁写的？难不成是雪狼？我见过这个送报纸的。有一天，我家的报纸被我孙子拿走了，正好这个年轻人拿的报纸，我以为是他，就问了一句，没想到他就给老赖家送报纸。那他的长相您还有印象吗？30多岁，挺壮的，挺黑的。脸上有胡茬。行，那大爷，老赖他会画油画，您知道这事儿吗？不知道，他早出晚归，我们都没去过他家，就知道他是市运输队的。行，大爷，这样您别着急，您再仔细回忆回忆，我们需要更多详细的细节。行。问了一圈，全都说自己不在，都说不在厂里。侯梅，你先回去吧。行。你们怎么把白慧关起来了？例行隔离，协助调查。这有什么区别啊？你了解白慧的，你们这么做是不是也太……我跟你说过，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，而且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楚工对于水滴工程的重要性。白慧一直负责给楚工煎药，楚工中毒，他是一定要协助调查的。这协助调查也不能不让他回家吧？这不可能是他害的楚工啊！你有证据吗？这还需要什么证据啊？你跟他关系这么近，你比我了解的更多呀。就是因为我跟他关系近，所以我才需要用证据来还他清白，你懂吗？行，白叔来了，看你怎么说。白大夫，白叔，判官，怎么回事？我们家小慧怎么这一下就成了给楚工下毒的嫌疑人了呢？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白大夫，您先别着急，楚工中毒的事情是谁跟你说的？小慧一晚上都没有回家，刚才我到医院去找她，他们同事跟我说的。判官，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呀？现在白慧是配合调查，毕竟给楚工煎药一直是他负责的。现在楚工中毒，他是有义务陪候你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个药是我下的药方，里面有什么东西我最清楚。小慧也不是这样的人呢，能不能这样，把熬的药渣拿出来，让我看看。
熬的药还有药渣，我们都已经检验过了，确实没有问题。那为什么现在这样对待小慧啊？白慧是当事人，所以她有义务继续留在这里，等待我们查清楚真相。老公啊，小慧是我带大的，她是什么样的孩子我最清楚。这个事情我用脑袋担保不是她干的。有为医者的初心呢，这个理是说不通的，是不是？欧明，你们这么做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？这放他回家一样可以协助调查呀。啊？哎。我梅姐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下药，我敬仰楚公，我把他当亲人当长辈，我不可能害他的。天地良心，我真的没有去监药室，不是我下的毒。不信你们可以看看我的工作记录。杜芳给8号床的病患拔针，我确实是去给患者拔针了，我就是觉得张灵一有活就叫我，太不公平了，所以就那么顺口一说。小慧是我带大的，她是什么样的孩子我最清楚。我用脑袋担保不是她干的，有为医者的初心呢。队长，我想让白慧暂时回到厂院继续工作。红梅，我们今天只能证明白慧拿的药没问题，可没办法证明她没有下毒。你继续让她回到医院工作，会不会不太合适啊？红梅啊，说说你的理由。既然现在已经证明白慧带来的药没有问题，那就有理由怀疑有可能是有人中途下药。当时在厂医院的所有人都值得怀疑。既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下毒，这放回去也是迟早的事情。不过他现在仍有嫌疑在身，就这么放了，太草率了。尤其是他还是医保小组的成员。队长，既然现在这么多人都有嫌疑，那不如我们就借此机会，把医院的这池水搅浑，看看哪条鱼往外蹦。我怎么拉开窗帘，你人还没了？你这么晚过来，不会是因为白慧吧？对，我就是不相信他会有问题。门关上。作为科学家，大晚上不睡觉来关心这事儿，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啊？即便是作为一个普通群众，我也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吧？搬个凳子。我不坐。那你说吧。你明知道白慧是被人冤枉的，你为什么还要让她蒙冤啊？我跟你说过很多次，公安办事要讲究证据，不是感情用事的。就算她是蒙冤，我们也要等证据出来。证据？你们要是一辈子找不着证据，她还背一辈子黑锅呀！为什么我觉得你现在方寸大乱呢？是因为这个事情牵扯到白慧吗？彭梅，你要是有点什么事儿，我也一样方寸大乱。你是科学家，我跟你说过很多次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水滴工程，其他什么都别想。
这些事情你应该相信公安，交给我们才是。快回去休息吧。不是，那你总能告诉我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吧？你就算在这里待一晚上，也听不到你想听的答案。好。这次暂时让你继续回到厂医院工作，不过还不能接触专家，也不能回到一线。如果你想休息的话，专项组可以替你向夏院长请个假。不用，清者自清，我不会躲避的。你做好准备，恐怕少不了流言蜚语。如果流言蜚语能杀人，我都死过好几次了。我走了，虎明姐，去吧。勇敢的理由，在你的眼眸，相对不用说出口一样的感受。无论去哪，结伴出发，执着于沉默表达。汇聚成铁流，先功夫同舟，青春中化成